8日嚟韓國旅行，喺韓國7年，韓國媳婦無私分享點樣可以更高 CP 值享受呢個好天氣。以下3樣活動隨便一樣加入行程，足以令到成個旅程大加分。漢江遊艇上日落畫夜景，韓國天氣好嘅時候真係會錯覺地以為全世界都往漢江跑。坐漢江邊食拉麵呢啲基本款就唔講啦，直接坐喺遊艇上感受夕陽喺江邊嘅餘溫，嚟一罐漢江啤酒，享受迎面吹嚟嘅涼風。嗰一刻真係會覺得原來幸福真係好簡單。船長除咗會擔當 DJ 角色，各種搞氣氛，仲會幫忙影相。道具當然少不了，4到10月仲有盤浦大橋月光彩虹噴泉秀，唔使喺江邊人逼人，成個噴泉秀就係我哋嘅背景。唔中意海上活動想感受城景，首爾城市觀光巴士都係一個好選擇，一張車票帶你遊進首爾最美嘅傳統景點夜景，睇住呢座城市由日落黃昏到夜光燈火通明。由東大門出發，經過廣藏市場、通銀市場、景福宮、德壽宮、南大門、東大門、明洞等景點。雖然呢啲景點都係嚟首爾標會去嘅景點，但原來喺雙層巴士上睇呢啲景點，又會從唔同角度再次愛上首爾。唔想喐，想近地道玩韓國 chill 一下，一定要嚟體驗韓國人超愛嘅懶人式 glamping。呢間 glamping屬於首爾區，地鐵巴士都可以到達。露營區內已經可以購入所有需要嘅東西，由用品到食品、肉類、蔬菜、拉麵等等，應有盡有，任君選擇。外國人更加100分嘅係空手而出，食完拍拍屁股就可以 say bye bye。懶人福音絕對推薦嘅一個行程，一樣係想要詳情嘅加一私信發俾你，分享儲存同合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睇下咩拜用。